好，再来看这花莲大地东台南市政府这个教育局统计，全台南市总共有73间校舍受到损害，这大多数拢是壁也是涂骹必损，其中伫个咸水的月定国小有一栋校舍是严重受灾，所以目前是先甲学生换教室来上课，教育局也会争取经费来重建。 来到月定国小5年的教室内底，会当看到壁倒红门涂变开，天棚的钢筋嘛看现现。为着安全，学校甲60个学生安置伫其他的教室内底上课，确保学生读册袂受影响。有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边比较熟悉。那整个南栋大概有4个班级的学生。 大约有60个孩子，那我们就把它安置到我们的科任教室来，或者是活动中心，让他们的学习不会受影响。经过市府会勘甲相关单位鉴定了后，月定国小受到4月初3花莲大地震影响，1楼有4间教室受损断，加上2楼拢总有8间教室无法度搁用，互判定是危险建筑大红单，禁止搁使用。 事实上，经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统计，全台南拢总有73间学校受损断。不过，其中72间学校大部分拢是壁倒、涂骹必损等等，未影响到学校的安全。干那月定国小受损较严重，所以教育局嘛当咧争取经费来顶起。那目前我们有结构受损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月经国小啦。那其他还有73校那有一些地坪上面的裂缝啊，不影响结构安全的受损，大概有73校。那总复建工程包含月经国小的话是总共1.19亿元的需求。那我们也都有跟我们中央这边来提报，争取相关的复建经费。 这届地震受损较严重的月定国小，旧教室已经用38栋啊，过去也捌整修过。不过这届评估补强其实无较早，就爱定起。教育局嘛当咧争取经费，预估经费需要9600万。另外，因为台湾常常发生地震，加上过去也受到2016年美朗大地震影响，所以自2019年到2023年，教育局已经协助各校完成教室内建能力改善，办理286栋教室大楼补强工程，搁有61栋大楼的重建，改善的经费拢总开50亿4000多万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